另外，在嘉義這邊，為着要減少風景對養殖的蚵仔會帶來影響，嘉義沿海養殖業者對昨就開始來搶收。業者表示，嘉義沿海蚵仔對清明到中秋進前是長咧大的時間，即擺拄着這遮大的風颱要入來，大家攏趕緊趁着風高葉的入來進前出海去搶收，希望會當減少損失。蚵農無用將收回來的蚵仔一籃一籃吊起來河邊。嘉義縣沿海的蚵農早時就趕來出海，要趁風颱也無影響、天氣夠穩定的時陣，加收一寡蚵仔。拄仔你肥啦吼，嘿啊，當要採收安尼啦，對啦。啊，佮偌濟還未收入來？哦，這個真濟啦。大家都趕緊要搶收來，吼，因為大年風颱來哈，大家都驚吼蚵，風颱吹走去，會損失真濟哈，哎呀。清明過了後到中秋這段期間，是嘉義縣沿海蚵仔開始大的時間。蚵仔放較早的，即馬有的已經開始收成。蚵農講，目前產地計數1斤170，割殼的1斤70，算正正常。搶收回來的蚵仔愛趕緊處理起來。若無風颱真正嚴重，時間嘛可能無蚵仔通賣。若風颱來，蚵仔就驚，無蚵仔就價錢會個驚個波動，會個較起。除了嘉義縣沿海蚵農的風颱準備，嘉義市政府工務處嘛趕緊佇風颱也未入來進前，針對要發生淹水的所在進行下水溝的會勘。確認水溝的涵坑排水攏正常，希望減少大雨造成積水淹水的狀況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